哟，来来，你那先做羽毛子啊？羽毛嘛便宜呀，饭做合同嘛也没交动力。一只锅子个颜色三个红上哇，那按脱着啊？也两只呢。今日开出来海吃，随便去锅里凉饭。现在啊，只海搿能香子。哎，羽毛海子。香当是蛮香，就是有点尖。老子海个人还吃。来里香不到噻。今朝哭得不得了，这次一身黑衣裳，鱼看上去像毛球的。葛么搿排骨鸡肉做了还是挑子里三角哈？看肉一来个，空气做过蛮好。来里自家毛的，再夹丝硬子，不海再海个猪硬骨头丝哦。排骨开做，肉米煎脱，来里今朝好出去吃。然后头一面煎一面鱼酥上摊，你勿是讲搿只做糕翻翻面个嘛哈？你毛个你研究了呢，翻看手机啊？我现在不是来研究嘛？今朝女个蛮热个，两觉着？为啥？今朝温度40度，不还是开空调做啊？红山排骨，再高头吃3块碗，看上去搿个瘦肉啊，没难网上看得来个搿能均匀。直播呢有个上海龙须竹高个山，昆山路搿搭开直播小巴子，侪是发神经病，等人家发推到了，人家难得发一发海子，天天发勿来噻，一日2场，实在勿来噻。头一道晓得，刘老师会会得发老头一熬。能生农里个营会，刘老师侪会做。还有个生个挂来煮个啥个？哎，来锅上海吃，不爱吃脱脱。没来嘞。不，没拿海吃。不讲，不讲就不讲。来自现在也深圳子个思考。那个东西拿起来，你要拿。来，男子讲下，你都要下不了比深圳吃死开的啊！对肉呢是确实好做个，对，空气做过做肉。我是旁听只有哪一个人来讲？你都要蔬菜不倒吃个了，倒吃肉，也是一大块呢哈。拿讲个，埃个也是蔬菜个，米做个，米也是蔬菜了。对，再讲拿菠萝五菜，买了菠萝6菜，能吃得进，说明体质危害了。对，吃不进嘛夸张。那3点是过去。鱼也不吃，有盐不进。来味道开始出来。你那倒是指啥个种富来个人啦？男不男，女不女，来不来，晒不晒？男是来还是晒呢？中。少带我别看中人，侪开个蛮眼，毛头还看见只面膜的，再恶心。那么你单位里看见你还恶心的，因为你是一来一来的，你是我教的。你应该讲我是你娘。不，娘分担，分担了。还不？夸张，你都讲个，你都个事体，关键你还害我。呀。一直开直播，而不是讲一天开2场，到家里头，一开不开得定嘛。生命不息，注定不止。那里三个一只菜是不鲜菜不老酥，侪是个开样，怪不得搿能嗨吃。吃没吃得搿能没，加把盐裹上来，你也好10分人个啦。哪年？啊？再吃2餐。喂，吃2餐，还是我马上换它。菜也不吃，等于大米饭我啊。大米饭我一关你肉子啊。块肉吃的，肉也没吃啊。换它。搿块肉不是蛮好吃个嘛？既不换它，里面人也换它。你先说不去？先把伊带脱走。一般都是人也有。应该难吃，这是难付的。啥人配难吃帮你称的，我已经帮你讲过的。你不只配爱福州来水煮，好容易香。下龙我是有侬个人猜得过我了。来了方便。往门上应该做了。不来。来我在。爱福得了楼子，我听见你喉咙上想吓他带脱的。哪可能呢？我一份那个药。刘老师走来看收藏者，水面镜开，吃看。当罗根蓝印。我不会拿呀，那蓝印，拿到那个蓝印，侪是那边一根。搿只瓶空的在啦？不空，那边是一块，哎呀，两一吃一块。不，我冰箱里，你冰箱里拿。我随时冰箱里拿的，你不看见啊？